作为顶悬的天棚，唔那无修好，甚至还佫有铁皮、牛条底座嘛出现大芳。台南市立棒球场对7月风灾过后严重损害，到今已经超过3个月。根据着上新评估，球场要完全修复，至少需要1冬到2冬的时间。伫无主场的期间，统一赛只会当借其他场地来拍比赛。超太久了，对。希望他们赶快修养。设施其实也都很旧了，比起洲际啦、巨蛋啦，有些巨蛋都很新。啊，亚太我是没有去过啦。如果说有换新的球场，应该是会比较期待。对着球场修缮进度拖拖刷刷，球迷表达无同意见，只希望会当伫咧台南看球，连议员嘛看袂落去。伫议会质询的时阵，要求市府爱召开协调会议，除了确认修复时间，同时厘清相关责任。我来主动来做啦，哈，来统一真的要请统一球团或者是中华职棒，他们来联合一起来做一个协调，看看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。10月初就有把整个结构的毁损状况的报告呈送给我们统一棒球队这边，是希望市政府这边跟体育局这边的长官可以协助我们。安排我们最希望是在亚太足球场这边。以目前的状况，明年3月赛季的开幕，统一赛已经无可能回来到台南市立棒球场，因此球团希望会当伫咧新建的亚太棒球场。因过场地已经完工2冬，场内游玩有侪缺失要解决，包括着大荧幕寸树小细，本垒后壁防护网关度不足等问题，大细加起来大约有80项。修缮的速度真的是牛步啦，包含连这个台湾职棒的会长蔡其昌都说他能做的都做了。外界会当做的拢做了，着看体育局的积极程度，敢会当赶紧迎接统一赛空球迷伫台南看比赛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